感谢主，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在这感恩的季节、感恩的节日，我们又在一起。我们呢，一起来享受对上帝的敬拜，对耶稣基督的敬拜。我们一起来唱复兴圣洁。主啊，我赞美你，谢谢你，唯有你配得我们的赞美。我们要将颂赞、荣耀全都归于你。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谢谢你复兴我的心，复兴我的灵。哈利路亚！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是主啊，谢谢你。主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你用血膏抹我，使香气围绕在我们当中。谢谢你。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将我分别为圣，做你尊贵荣耀器皿。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主啊，让我们做你圣洁的器皿，让我们为你摆上。求你使用我们，求你来到我们当中使用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器皿。新的主耶稣，谢谢你。
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祭礼，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我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做你圣洁的祭礼，一生传扬基督的生命。哈利路亚，荣耀都归给你，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接下来我们来唱这一首第二首的诗歌《恩典的记号》。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陪着我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陪着我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
记号。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成做一个老母，让我伫这20几年来的婚姻生活当中，无论拄着什么款的境遇，上帝伊拢永远会当保守伫我的家庭。阿门。阿门。接下来我们来吟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一件。伊予我倒伫清水的草坡，带我伫安静水里。伊予我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主啊，感谢你，
阿爸爸伫即个5月充满感恩的日子，阮要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想助阮老母，伊为阮无私的付出、奉献、辛苦，感谢你。咱做伙来唱这条歌，母亲的祷告。听着 baby 的心跳，我不禁赞叹你的奇妙，微小的生命是你所创造，它是你眼中翅膀，因你恩典和慈爱，在它前后紧紧环绕，看顾它脚步，随时做引导，唯有你是它依靠。造生命的主，求你来看顾，每一个时刻，它都需要你的祝福。是慈爱的主，你恩典帮助，他所走的路，每一步见证你祝福。听着 baby 的心跳，我不禁赞叹你的奇妙，微小的生命是你所创造，它是你眼中翅膀，因你恩典和慈
有一种爱是无私的奉献，有一种爱是不求回报，有一种爱是无怨无悔，那就是伟大的母爱。让我们一起在这个母亲节感恩的日子里，都跟我们的妈妈说谢谢。那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好，我们就交给牧师，谢谢。伫感恩的日子，咱备办心伫主的面前，三甲敬拜上帝。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咱上帝。今仔日，恁着听伊的声。日来吟圣诗第50首，圣诗第50首，着学乐耶和华，着学乐耶和华，对天顶学乐伊，正使者就群活伊，正天君着吟诗，
伫天发光，日月星辰，拢着学了伊名无尽。请起立。信用告别，速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正使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复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启应文19篇。启应文19篇，诗篇95篇。来啊，咱着向耶和华唱歌。
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伫地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有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你若听伊的声，来圣诗第320首 A。上帝是咱安全要塞，上帝是咱安全要塞，坚固盾牌甲气骸，艰难困苦逼我目前，主要赞咱大德性。暗前君王、暗世君王兴起，靠伊战甲过地。势力虽然雄猛，大我伫咱目前。主要赞咱大德性，请咱坐咧念。我
咱来压头与祈祷。至圣的天父，感谢你保守照顾阮，经过一礼拜拢平安，献上感谢。伫圣的主日，阮来敬拜你，求圣神灵教伫阮的中间运行充满。今仔是母亲节，愿上帝保守照顾每一个母亲，拢平安健康喜乐。伫遮拢归予荣光耶和华的名，我献上我的感谢，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时赞美请妇女圣乐队。
坚守上帝的话，圣经旧约士师记，新约帖撒罗尼迦。咱来坚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士师记第5章第1节到第7节，甲12节。第1节，迄日底波拉甲阿比罗暗的囝巴拉唱歌讲，因为以色列中最头带因，因为百姓甘愿牺牲，恁着学乐耶和华。列王啊，着听，遮的首领着按耳孔。我耶和华，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啊，你对西尼出，对以东地行来，迄时地震动，天地震，云也滴水，遮个山伫耶和华的面前摇颤。就是迄个西奈山伫耶和华以色列上帝面前摇颤。伫阿那的囝三甲的时，搁伫雅億的日，大路无人行，行路的人拢是弯小路。以色列中无头人，拢总无。到我底波拉起来，我起来伫以色列中做老母。搁看12节，底波拉啊，醒啊醒啊！你着醒来唱歌。巴拉啊，你着起来！阿比罗安的囝，着掠你所掠的去。阿门。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6节到12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第6节。阮做基督的使徒，虽然通教人敬重阮，总是毋捌对人求荣光，也无对恁，也无对别人。阮就是温柔伫恁中间。亲像母摇家己的囝儿，亲像安尼，阮因为恋慕恁，着毋拿上帝的福音，连家己的性命嘛欢喜互恁，因为恁是阮所疼痛的。兄弟啊，恁记哩阮会着磨甲艰苦，爱免伫拖累恁一人，就暝日做工。来传上帝的福音互恁，恁做干净，上帝也做干净。阮对恁信的人，做人是怎样圣洁、公义，无通嫌。亲像恁知，阮怎样款待恁逐人，亲像老爸款待家己的囝儿，有劝勉恁，也安慰，也干净，是要互恁行代志。合伫上帝，就是调恁入伊的国，甲荣光的。以上。见证以灵也会。各位兄弟平安。今日着我来甲大家分享我生命的见证。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是讲我信主的过程。其实阮信主的过程嘛是足奇妙的。我相信上帝将即个种子刻伫阮的生命当中有一段的时间。我是因为阮的先生因为患者甲伊传福音，直到伊将阮规个口仔拢带来教会。目前是阮拢是初代的信徒，我甲阮翁即边，阮拢是头一个信主的。伫这个过程，阮有真大的征战。免怎讲，就是
应该足侪人信主，啊，就信主，啊，就安尼去教会。但是阮较特别，阮信主的过程有足大的挣扎，因为阮结婚了是甲阮的大家官带做伙，啊，所以伫这期间，阮拢偷偷去教会，阮拢讲阮透早有代志，阮拢差不多5、6点就走去教会做早祷会。啊，伫迄个时阵，阮厝的人就感觉讲，这两个足奇怪，哪拢遮早两个轮流出门。直到有一天，大家官发现，阮有一寡无共款的所在。有一天我暗时我去台中上课，啊，迄天上课因为较晚，我请我的先生甲我做伙去。直到我上课转来的时阵，阮的大官就徛伫门口，伊就讲：啥那恁拢偷走出去耍？是啊，恁拢即阵仔拢走出去耍，恁啊等互阮。其实迄当阵我嘛感觉足惊吓的是，我真正去上课，因为伤晚，所以爱人甲我做伙去。啊，伫迄暝开始，我的大家官伊发现讲，阮竟然信主，因为阮的家庭是一个足传统的，有足强大的信仰的家庭，阮是传统的宗教。是我读报道的时阵，我会逐工拢去听派一篇报道，因为我会甲我的佛祖求讲，互我的囡仔会当搁较好，所以我会记我定定拢足无甘愿的，爱去哩到佛厅顶悬。啊，报道足大，因为我读报道的时阵，我行动较无遐方便，因为我规个拢水肿甲足严重，所以我拢爱逐工跪伫遐，都足毋情愿的嘛爱去。啊，阮的大家官知影阮信主，非常的生气。伫迄暝的时阵，阮有足大的争执，所以直到天光的时阵，阮的大官讲，恁全家拢甲我出去。其实迄当阵阮足惊吓的嘛，因为安尼，所以阮无带做伙。啊，所以就因为安尼的带领。互阮的关系重新归零，重新开始。恁可能会甲我问讲，直到如今恁的关系是毋是足歹？无，我爱讲，因为信主的关系，阮规家口的关系重新归零，重新比较早搁较好。甚至我甲我的大家大官的感情，比我的爸母搁较亲。啊，搁来就是讲，因为我感觉我足幸运的是，因为我的先生带领，所以比起一般我知影有的伫教会的姊妹是。因兜讲伊一个人信主，所以会感觉足孤单，因为因厝的人拢无支持。我要感谢主的是，因为主带领阮，阮伫咧职场的时阵，就将这个种子刻伫遐。因为阮较早是伫咧基督教病院上班，所以伫迄个时阵开始认捌主。因为阮的家庭内底拢阁无人信主，吼。啊，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伫迄个时阵，其实阮。伫咧迄暝的冤家，阮足惊讲囡仔看到阮甲爸母咧冤家，啊足特别就是迄暝冤家厝顶咧举去，囡仔竟然拢无精神，而且伫阮的边啊，而且迄个时阵因为足惊吓，啊搁担信主，信心搁无足坚固，所以伫迄个时阵伫咧心内甲上帝祈祷嘛，足细声的，嘛毋敢大声甲上帝发。即摆想起来，我感觉足趣味的。吼，经过这6年，有足侪的恩典伫内底。阮到目前规家归入主内底超6年。我要讲的就是恩典满满。啊，过来因为今日是母亲节，我伫咧即阵仔的读经当中，上帝予我一个感动，就是伫咧箴言19章14节，伊有讲，房屋钱财是周身所遗留的，独独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用这句话来祝福所有的妈妈，谢谢。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甲姚慧有一个足特别，阮两个无事先串通好，但是我嘛是要来分享我信主的过程吼。那其实我伫个94年、94年的时阵，我入来。伫喜乐保院上班，伫迄个时阵，我就开始接触上帝，因为阮每一工拢有走道，拢有灵修，就开始祈祷。94年甲我受洗迄年是104年，中间有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发生啥物代志？我想要甲大家分享一寡伫迄那10年当中上帝的带领吼。其实伫我信主了，因为我嘛是处理。唯一的一个就是，真正是唯一的那一个跟上帝有接触的人吼，甲上帝有接触啊。然后，我
一个足深的记忆是伫个102年的时阵。为虾米我知影？因为 FB 足好用的，我若写过的话，你去甲传找得到。我伫个102年的8月1号，我会记我 FB 安尼写，我甲写讲，规个暗暝拢是有你的回忆。伫个早起起来是满满的平安。我知影你即马足好的，所有的回忆都不再是羁绊，是互我向前行的动力。伫迄个时阵发生啥物代志？伫迄个时阵，其实伫个迄年我的爸爸过身去啊，伊伫个7月过世吼。其实我是厝里的大姐啦吼，算讲家族就算上大的囡仔，所以其实我一肩挑起所有的丧事的工课，带弟弟妹妹做伙甲爸爸的后事办好。但是办好了，其实我心中有一个足大的落寞，因为我感觉讲伫爸爸过身的时阵，我无好好啊甲伊讲话。我爸爸是一个足友好的囝吼，其实我阿嬷阁伫咧，但是爸爸因为伊癌症，伊尾啊，就是无法度食物件，所以伊心情嘛无足好，但是伊足友好的。阮阿嬷定定拢讲，伊是第25号啦吼。我只要每一工，只要是所有的水果拄出来的时阵，伊就马上去买倒来互阮阿嬷食。然后伊若出去，一定甲阮阿嬷带点心倒来。其实我的爸爸因为足友好的，所以伊要过身的时候，我知影伊心内足毋甘的，因为伊甲阿嬷搁放掉咧。我嘛毋敢甲伊讲，我毋敢甲伊讲爸爸你实在是足好的，所以我心内有一个足大的落寞。那伫个所有的丧事办完了，其实这哀伤真正是涌入吼，规暗拢无法度困，有一天的早上起来，我完全拢哭甲无法度动起来。伫迄个时候，我甲上帝讲，我哪会遮尔啊忧伤啊吼？在当天的晚上，迄天的暗暝，我做一个眠梦，伫个眠梦中，我眠梦到，我爸爸哪会坐伫个餐桌边啊？我细记甲伊问讲，爸爸你准好无？伊甲我讲，我足好的啊，来，你来坐，你来甲我啉酒。我们很喜欢小酌啦，我就坐咧甲伊开讲，我讲，爸爸你即摆过了好无？伊讲我过了足好的。伊就甲我讲，我就甲伊讲，爸爸，我迄当阵吼，拢歹势甲你讲啦吼。你讲你实在是足好的，你足勇敢的，你足友好，你是一个足好的爸爸。伫个我甲伊讲完这个话了后，我甲伊抹掉咧，伊嘛甲我抹掉咧。迄个拥抱，渐渐我爸爸的形影无去啊。说落来是，我感觉我互上帝抹掉咧。有一句话甲我讲，虽然你的爸爸无伫咧啊，但是我会永远陪伴伫你的身躯边。我就安尼起床起来，我知影迄个早晨，其实我起来时阵，我是搁笑搁哭安尼。我知影迄个平安放伫我的心内，我知影我一世人，上帝拢会陪伴伫我的身躯边。迄是伫102年，说落来，即一年的时间，坦白讲，我的家族拄着足大的困难。我的爸爸过身了后无偌久，我的二叔嘛过世啊。我的二叔过世无偌久，我的小叔发生车祸。我自细汉是甲阿嬷做伙，阿嬷甲我带大汉的，所以我知影阿嬷心内的苦。我嘛用上帝恩典，互我的力量陪伴我的阿嬷。但是我有一段足久的时间无来教会。第一，我惊我若来教会，我逐摆唱歌我都会哭。第二，我有足侪时间陪伴伫我厝里的家人的身边吼。一直到104年的圣灵降临节，我毋知迄天是圣灵降临节，我知影有一个声音甲我讲，你今仔去教会。我嘛毋知影啥，我有当时咱会惊，其实迄当阵我无洗礼，但是我迄当阵我想，就想要来，但是就是有一个毋知啥怎，就是会有一个阻挡家己的力量。伫迄天，毋知影上帝就是讲，你今仔爱去，你今仔爱去，所以我伫咧迄天会知影，我就来教会。伫迄天，伫个牧师的讲道的时阵，我才知影迄天是圣灵降临节。我阁会记得迄天牧师讲道结束的时阵，牧师请咱大家安静心祈祷，而且甲咱邀请，若咱有愿意要将家己交互圣灵的，会当到头前来，牧师要为咱祈祷。迄天我开始祈祷的时阵，我心内有足侪声音伫甲我讲，
讲我足想要行出去的，但是有一个声音甲我讲，你毋是基督徒啊，你袂当出去。阁有一个声音甲我讲，袂要紧啊，你即马出去，你就是甲上帝决定你要做基督徒，你是会受圣灵的洗礼啊，哪会无好咧？阁一个声音甲我讲，袂使哩啦，恁即马哪会当出去？你即马若出去，啊，你拢无甲你厝里的人参详，你无甲你的大家参详，你哪会当安尼就出去咧？但是最后有一个声音甲我讲，你莫管别人好无？你若想要，你若真正决定要家己交互上帝，你着行出去。即个时阵，我雄雄徛起来，我足欢喜的，因为我知影，其实有当时啊，挡伫我头前的，毋是我的大家，是我的家己。我家己甲家己设限伫一个我袂使离的迄个安全岛。我婆婆其实是我的一个，有时候是一个借口尔。我足欢喜行出来。我会记得我是真正是迄个笑容，我迄个心内欢喜，我到阵拢阁会记哩。当我行出来到外口，牧师为阮按手祷告的时阵，当伊伫我的额头画十字架的时阵，我雄雄有一个我无法度停止的泪水，一直流出来。迄个时阵，我雄雄一个感，我雄雄知影讲，上帝甲我讲，你是我的查某囝。上帝甲我讲，我是属伫你的。有一个足大的回忆，其实我足细汉的时阵，其实就有人伫为我祈祷。其实我足细汉的时阵，我阿嬷甲我讲，天顶有一个上大的神。我阿嬷是传统的信仰，但是大概每一届伊要甲我拜拜时，拢甲我讲，天顶有一个上大的神，伊拢安尼甲我教。我才知影讲，其实伫我足细汉的时阵，上帝就带领，因为伊的带领其实毋是伫咧我受洗礼的时阵，伊才带领我，是伫咧我搁伫妈妈腹肚底的时阵，伊就已经伫带领我。伊就为我备办足侪的人，为我备办足侪的稳定伫我的生命中。伫个迄天，我决定我要洗礼。搁来到12月要洗礼的时阵，吵嘛，困难搁来啊！要安怎甲婆婆讲咧？拢有总是爱拄着即个。其实伫个迄个月我足艰苦的，因为我要甲我的先生讲，我要甲妈妈讲啊。过一个工我搁甲讲。我看我也是偷偷来洗礼好啊，然后我知影我先生有足大的压力，但是我记得有一暗，已经要甲牧师要问到啊，我还未准备好，我要甲我的婆婆讲好，因为我已经报名我要洗礼啊，但是我未准备好。有一暗我伫做工课，我记迄暗差不多7点外的时阵，我心内足艰苦，我到底是要安怎甲我的婆婆讲咧？然后上帝向我一个声音，甲我讲：我伫你的性命已经互你看到遮尔大的见证啊！你敢无相信我吗？你敢无相信我会动你吗？因为即个声音，我就马上打电话甲我的婆婆讲，我记得我甲我的婆婆讲：妈妈，我一件足重要的代志要甲你参详。我妈妈哪像知影咧？讲啥物代志？伊就甲我讲：妈妈，我想要来洗礼。其实我迄段时间来教会，我婆婆拢知影。啊，我要分享的是，我甲我的婆婆的关系足好。我婆婆足疼我，伊真诶甲我当做查某囝伫笑。啊，其实我嘛足烦恼即件代志会成做我甲伊之间的一个足大的冲突。所以阮婆婆就讲：啊，你像阵安尼敢无好吗？你着共款去教会就好啊，你踮仔上班就好啊，你敢一定爱洗礼吗？我甲我的婆婆讲。妈妈，你捌甲我讲过，是神伫敬人，毋是人伫敬神。今仔上帝敬着我感觉我爱安尼做。我婆婆甲我讲，即件代志足重要的，我袂当家己做主。我甲我妈妈讲，是啊，因为足重要的，所以我甲你讲。我妈妈甲我讲，我等恁爸爸等我公公回来的时阵，伊才要甲阮公公参详。就安尼。即个电话挂落去，我记得我迄暗，我一直祈祷，我嘛请足侪姊妹为我祈祷，因为我感觉上帝要做工，上帝互我足大的信心，但是人总是软弱的，我嘛是足烦恼的。然后我战战兢兢困到隔天早上，我伫咧阮兜迄天透早，还未7点，阮
阮兜的电话就响起来啊。电话响起来了后，一开始是阮先生的手机先响，阮先生手机响，我伊就好啦，我知影啦，好，然后挂掉了后，阮兜的家用电话响了，然后我就赶紧去接电话。我婆婆甲我讲，依琳，我昨吼甲恁爸爸讲好啊。我讲安怎，伊甲我讲，恁爸爸讲吼，这信仰吼是你的自由，我袂当甲你动。伊讲吼，你甲家庭顾好较重要。哈利路亚！迄天透早我真正是真是高唱哈利路亚，俄罗信上帝真正做奇妙的工，伊互我伫个洗礼即个过程中是会当安尼，这是一个足特别的稳定吼。然后我过去我先生伫我接完电话了，伊甲我讲一句话，讲我感觉吼，我妈妈较爱你。其实我感觉上帝真的是一个足奇妙的上帝吼。其实虽然是我的家族。今仔我一个人受洗礼，但是其实我感觉上帝互我足大的稳定是，不管是伫娘家伫婆家吼，伊拢互阮，佮我的囡仔、我的先生，嘛拢每一工会当有机会伫咧祈祷中来甲上帝讲伊的稳定，来甲感谢上帝吼。啊，这是一个我一直掠着一个应允是上帝甲咱讲，一个人得救，全家伙要得救。我用即种的稳定、即种的应允吼，来甲上帝讨。我讲，我要互我的全家，拢会当领受上帝你的稳定，领受上帝你满满的稳定，甲我的家庭所伫地吼。啊，我感觉足奇妙的，我嘛常常甲人分享，上帝你带领人，毋是伫咧洗礼迄个时阵才开始的。其实上帝带领咱每一个人，真正是伫咱还袂出世的时阵，伊就甲咱安排好好，伊的稳定就甲咱伫地。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其实今日讲到的信息，牧师要甲咱分享的是兴起上帝唱生命的歌，请曾牧师。咱同心来祈祷，主，阮伫即个感恩默想老母的亲情的礼拜日，阮伫你的面前，阮做伙自己的时，用诗歌、用见证、用阮的心神来敬拜你。愿主你的圣神将你的慈爱丰富每一个做老母的阮的姊妹，阮的生命有阳光。互因的囡仔，因为因的活命来受祝福。摇花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恭敬，将即个教会以及每一个家庭拢交伫你的手中，互阮真侪稳定的记号，互阮身边、阮的厝边、阮的亲人拢得到祝福。阮将阮的心门向你拍开，愿主你的圣神甲阮同在，祈祷我耶稣的圣名，阿门。伫母亲节要来临进前，陈牧师一直咧思考讲，伫即个母亲节的礼拜，咱会当安怎来做礼拜？今仔日感谢每一个姊妹，对开始到即摆，我一直感觉足快乐，因为多数礼拜拢是牧师咧讲互恁听，但是今仔日的礼拜对开始，无论你用诗歌，无论你用见证，无论你宣读圣经，换恁咧讲互牧师听。牧师真欢喜，咱无有剧本，但是对头到即摆，好亲像上帝就是甲咱放做一个祈祷共款。所以包括今仔日的敬拜赞美恁所吟的诗歌，愿你的国临到，迄个歌用两个今仔日牧师要甲恁分享的祈祷，等一下恁就知。所以伫今仔日的见证，咱嘛听到两个姊妹因怎样经历着上帝的疼。兄弟姊妹，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所吟的诗歌，咱所讲的见证，上帝嘛伫咱的家庭中间，甲咱的见证，佮见证，互咱的囡仔听，互咱的囡仔知影讲，原来阮爸爸妈妈咧讲的话，上帝有听到。阮的爸爸妈妈甲阮讲的话，是上帝所欢喜的话。愿天父上帝祝福咱今仔日的礼拜，兄弟姊妹，咱拢兴起来，起来，醒起来。
为着咱的囡仔来唱生命的诗歌。我毋知伫恁成长的过程顶悬，恁会记着恁的妈妈为恁做了甚物？台湾人有一条囡仔歌，囡仔摇摇困，一暝大一寸。我毋知咱捌还可会记得咱的爸母、咱的妈妈伫咱成长的过程顶悬，抱咱伫伊的形情，伊为咱讲拗拗念的话，伊甲咱所唱的台湾的囡仔调。兄弟姊妹，一个妈妈对囡仔的影响何等的大。所以今仔日牧师甲陈牧师，阮做伙经底波拉伊的故事。因为底波拉即个姊妹是伫一个以色列的战争受人欺负吞打，所以伊是伫圣经的历史叫做士师时期。因为大卫王过身，所罗门王过身，以色列的王国破碎，后来以色列搁一届真侪一个人欺负，一个互人吞打的一个民族，所以伫咧中间兴起真侪士师来帮助以色列人。所有的士师中间只有一个人，伊是查某人，伊叫做底波拉。伫圣经的记载，伊用伊的故事，甲伊翻做底波拉的歌。所以在座兄弟姊妹，牧师甲恁分享甲提醒，恁今仔到了，恁来重新读士师记第4章、第5章，恁就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所讲的这个底波拉的故事。伫圣神的感动的中间，上帝以圣神兴起。所以底波拉对心中有一个感动，讲上帝要拣我做以色列的妈妈。兄弟姊妹，老母对囡仔的影响大到恁无法度想象。但一个牧师将几个故事结连做伙时，你就知影讲底波拉有上帝拣选兴起来唱歌。迄条歌内底咧讲起耶和华的作为，迄条歌的内底咧讲起囡仔你都要勇敢壮大。老母的歌影响一个民族，这条歌还未唱进前，以色列人已经20年的世俗化，袂记得上帝。所以以色列人伫一个真艰难的时代，因已经袂记得因家己是一个上帝的选民犹太人。所以圣经记载伫这20年的中间，上帝无欢喜，因受到真侪的吞打困苦。但是当因定心都来找上帝的时，上帝和这个老母，甲因讲起上帝的心声，用上帝的眼光穿透进入这个囡仔，所以以色列人因就兴起。因嘛咧惊吓，因为因是从细伫这个游牧民族、游牧的民族，伫这正人的中间，因是上细的一个支派，所以呢烦恼要安怎甲人对敌相杀。包括因的将军叫做巴拉，毋是巴拉票的巴拉，但是真正伊的名叫做巴拉。这个将军伊会惊，所以甲底波拉讲：你爱甲我做伴，你若无甲我做伴，我无爱去。但是因为伊这种的心，互伊失落去真侪上帝荣耀的祝福的人，所以上帝将迄个攻击对敌、结束对敌的迄个权利，交予另外一个查某人叫做亚裔。兄弟姊妹，恁倒去斟酌重新读这段话。伫这个中间，圣经旧约若讲到底波拉，上界重要，伊拢甲伊的歌、生命的歌结连做伙，所以伫圣经也真做形成一个真特别的主题，叫做底波拉的歌。伫咧准备咱的今仔日的礼拜，我甲陈华姐讲，陈华姐上帝要用你做德登教会的底波拉。其实毋是干那陈华姐，咱在座每一个妈妈、每一个姊妹，上帝拢互恁真做底波拉。恁抱恁的囡仔伫行前，恁看咱教会大大细细这囡仔，每一个囡仔拢是咱的囡仔。我要问下你姊妹。你为着恁的囡仔唱心中的歌，今日牧师要甲恁讲，有4种唱歌的使命。牧师嘛要甲恁讲底波拉，为什么上帝使用伊？牧师要甲恁讲5种上帝使用底波拉伊的理由。然后你用这个4个歌继续为着你的家庭来吟。
现在你的囡仔已经大汉了，但是你会当为着你的孙仔来唱这个摇篮的歌、摇花的歌、诗篇的歌、祈祷的歌，甚至做梦的歌。愿天父上帝伫今仔的礼拜对恁讲话。母亲节，所有的妈妈，上帝大大祝福恁，互恁甲你的囡仔有足好的亲子关系，包括将来，互你做一个影响你的孙仔的阿嬷。愿天父上帝大大祝福，互恁的家庭进入上帝的恩典，到代代无尽。上帝将这个恩惠放伫恁的内底。利波拉的歌是圣经内底真少数用诗歌的形式来描写上帝的作为甲上帝的信息。有摩西的歌，有利波拉的歌，有大卫的歌。大卫有真侪歌，代表诗篇23篇，大卫有诗篇16篇，人家叫做金的诗歌。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有心中的诗歌，会当献予耶和华咱的上帝。以色列人因拄着一个真邪恶、动乱、对立、失败，因好亲像看袂到上帝的光，因嘛好亲像看袂到因这个民族的愿望。但是伫迄个时阵，上帝互利波拉为着因来唱耶和华的诗歌。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听到这个诗歌。当因行迄个战场的时阵，伫迄个群山环绕的山谷的边缘，因还未烧台进前，因的心是真沉重惊险。但是无拍算，照着今仔日的圣经第5章第5节、第5章第7节，伊讲忽然大地动，后来乌云落大雨、大风雨，太大的风雨，互迄个平原变作沼泽泥泞，所以这个西西拉，这个军队忽然伫迄个泥泞真沼泽的所在，无法度战争，所以乱了因的脚步，这个军队就伫迄个所在逃走。真奇妙，以色列人也未动刀动枪，但是这个军队已经败亡，所以这个国王就因为大家人拢四散走，伊嘛逃命。走去挖克一个因的游牧民族的同盟国联盟，伫迄个联盟的一个部落的中间，伊感觉这个是伊的友好的部落，所以走去灭，嘛甲迄个主人、甲迄个族长的太太甲伊讲：你毋通讲我灭伫你的布棚的内底。这个族长的太太就用冷，毋是用用迄个羊仔冷，用牛奶互伊啉，互伊镇静。互伊人困伫伊的布棚，然后这个族长的太太就取伊的命，结束迄个军队。上帝将一个使命重大的荣耀无放伫迄个将军巴拉，反倒放伫一个妈妈查某人的手中。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个故事成做咱的故事。所以今日圣经1节、2节、3节，伊咧讲起上帝对底波拉甲巴拉，伊甲伊讲：恁应该唱歌学了我，恁就爱唱耶和华的歌，恁就爱讲起耶和华的作为，因为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上帝。兄弟姊妹，恁的囡仔到咱过往了后，伫咧回想咱的存在时，因减有一首。因真实的诗歌，要陪伴因继续行人生的道路。意思就是咱的阿公阿嬷过身，咱的爸爸妈妈离开，让咱的囡仔成做一个家庭的族长。因减要会记得阿公阿嬷因过去足爱念的诗歌、圣诗。因若大概做礼拜唱着迄条诗歌的时，因就想着讲：这条歌是阮爸爸较早伊在生常常咧唱。你敢知咱今仔念的第2首诗歌是500几年前的诗歌呢？上帝做咱坚固要塞，迄条诗歌是路顶马丁所写的。所以若大概世代的教会咧唱这条圣诗的时，拢想到伫500几年前，路顶马丁怎样用先知性的觉醒，咧叫醒所有的教会，毋能够再互教会的对立世俗化。
兄弟姊妹，诗歌对一个教会、对一个家庭、对一个民族，拢真重要。你敢捌为着你的囡仔用心唱一条诗歌？今仔多数的妈妈、爸爸拢放迄落 CD 啦，毋是 CD 吼，即摆放真侪 MP3、MP4，咱真侪用这多媒体，因为会当减轻咱所需要做的工作。咱只要甲试落甲放落，囡仔就点点仔听。兄弟姊妹，你敢知影？即种的感情无共款。当咱抱囡仔伫咱的行程，检查有一种伊永远无法度袂记得，就是老母行程迄种的香味，迄种的味道的记忆，要陪即个囡仔到一生的路尾。迄是 MP3、MP4， 所有的多媒体无法度互咱的囡仔。伫迄个中间，咱来用咱的目睭来看咱的囡仔，就亲像摩西的妈妈抱摩西伫伊的行程，虽然短短的时间，但圣经讲，当伊抱即个囡仔的时，伊目睭紧紧甲看。但是我用即个经文互恁读，伊讲伊用上帝的目睭来看即个红鞋啊。In the sight of God， 就是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即个囡仔。即个目睭，老母的目睭，伫也无意识的红鞋的内底，迄个目睭甲红鞋啊相接，上帝面的光通过老母。迄个光就照入伫个红鞋仔的生命内底，迄个光穿透了摩西，互摩西一生受极大影响。兄弟姊妹，咱毋通忽略咱做父母所做的每一个生活化的动作，因为当咱用上帝的目睭咧看咱的囡仔的时，咱的目睭，咱的囡仔的目睭，用上帝的光照入伫因的内底。迄种生命的穿透力，迄个生命的影响力，是大到咱无法度想象。因为来自宇宙迄个光照入一个微微的红鞋仔的内底，伊的目睭反倒当看出去的时阵，就无搁再是一个红鞋仔，因为伊看到伟大的上帝家己的阳光。今仔日个见证两个姊妹，上帝要将恁的见证祝福恁的囡仔。兄弟姊妹，今仔所有的妈妈，恁伫教会内底所做的，上帝嘛要祝福恁为教会所做的工作。愿咱伫咱今仔日教会中间，咱为耶和华唱一条诗歌。今仔咧吟圣诗两条圣诗拢无真熟，但是我一直咧找讲一个真够唱这条圣诗的姊妹，因为伊真肯定咧唱这两条圣诗，是真少数兄弟姊妹会当唱到遐尼清楚。但是恁拢戴口罩，我拢毋知啥物人真正唱迄条歌唱到遮尔好。兄弟姊妹，愿咱用诗歌、用见证、用故事，上帝互咱所唱出的诗歌，恁的囡仔永远会记得我的妈妈所唱的歌。所以以后伊若重新来到上帝的面前，伊若唱到迄条诗歌，伊的心神就互上帝重新叫醒，伊会感觉你坐伫伊的身边。虽然检查你已经离开伊啊，你的囡仔嘛已经真侪年老的阿公还是阿嬷，但是逐摆伊吟这个圣诗的时，伊就会感受到你坐伫伊的边啊，你甲伊扫头壳，带伊吟这条诗歌。主帮助咱咱今仔日个礼拜。咱所唱的歌，咱所做的见证，注意今仔日的帖撒罗尼迦，伊讲当恁往人做见证的时，恁的上帝嘛要甲你讲，伊所讲的见证是宝贝的见证。兄弟姊妹，愿上帝圣神甲咱三甲地直到世间的落尾。主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有三个祈祷。第一个祈祷就是对引言到即摆，牧师甲恁分享。甲恁提醒，咱感觉为着咱的囡仔唱一条诗歌。对今仔开始，愿天父上帝互咱常常为着咱的囡仔来拥有伊的生命。咱拢常常
煮妈妈的口味的料理，但是咱敢有真认真来培养，用上帝的料理来养起咱的囡仔。愿主帮助你，互你成做一个真够将你的囡仔带到上帝的面前的爸爸妈妈。就爱用上帝的话来养起你的囡仔，毋是用咱的话来养起咱的囡仔。参悟上帝对你的囡仔的祝福，参悟上帝对你囡仔成长过程的祝福。第一步啦，对心中真正真毋甘，因为伊知影巴拉是上帝所用的少年人，但是伊独独欠一项，就是信心。兄弟姊妹，愿咱的囡仔无失去这种的信心。在座的中间，请会记得，今仔日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是咱应该爱用恭敬读的经文，因为讲上帝的使徒就是属灵的妈妈、属灵的爸爸，所以教会的头人、教会的中级，包括牧师。咱应该爱知影一项，既然有上帝邀请进入伫咱的大家庭内底，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儿甲查某囝。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为着囡仔，第二个主题、第二个信息就是，愿咱为着咱的囡仔唱生命的歌。今仔牧师要甲因分享4条歌，第一条歌就是摇篮曲，第二条歌就是摇花的歌，第三条就是诗篇23篇，祈祷的诗歌。我虽然行过四面山谷，也唔惊灾害。我的孩子勇敢向前走，因为上帝要做你的大牧者。第4项 impossible dream， 上帝要做咱的囡仔的上帝。上帝要将迄个兴起、勇气、民望、大的使命甲目标来赏赐予咱的囡仔。愿天父上帝对恁讲话，互恁第一。为着恁的囡仔唱摇篮曲，你毋通讲上帝牧师，你敢会当甲我建议，什么是我会当为我的囡仔所唱上好的摇篮曲？拄则牧师甲恁讲约基别，约基别就是摩西的妈妈。当伊知伊的囡仔的性命危险，因为埃及的法老王要处所有的以色列人的查甫红婴仔，伊用一个命令，所有的以色列人伊生出来的查甫囡仔，拢爱甲伊害死，因为以色列人真够生啦，所以免偌久，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就取代了埃及。但是约基别抱这个囡仔伫伊胸前，伊目睭金金咧看，伊心肝宝贝。恁看这个圣经安怎讲呢？有3个所在记载着这句话。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讲。约基别看伊的红婴仔真侪俊美啊！这是汉字的翻译，白话字翻译嘛是安尼。但是真正英语讲，伊看这个囡仔的时阵，伊是特别用一个眼光，就是用上帝的目睭咧看这个红婴仔。伊无看到这个红婴仔的生命的危险，伊嘛无看到这个红婴仔伊的可怜。伊用上帝的目睭咧看这个红婴仔是上帝的面的光就照伫摩西。你敢知影摩西后来，真侪上帝改变法老王迄支手，上帝光通过目睭，妈妈的目睭照入红婴仔，对迄个时阵，红婴仔的目睭被拍开。所以本来书讲24节，伊讲摩西因为伊的老母的摇篮曲，伊就得到信心，伊长大成人了后，伊无愿意做法老王的囝。妈妈的摇篮曲，互一个囡仔，伊长大成人了后，伊的拒绝世俗化、世间的影响。兄弟姊妹，爱严肃去想这句话，因为咱若凊彩唱，咱的囡仔就凊彩听；咱若恭敬谦卑来唱，咱的囡仔就领受上帝伊尊贵荣耀的祝福。兄弟姊妹，但是特别在座教会的青年，恁来斟酌听，因为圣神妈妈
比恁的妈妈更加重要，因为恁的妈妈已经踮伫恁的心内。圣神妈妈要将上帝的光照伫恁的内底。使徒行传第7章20节，拄则咱所读的讲，看这个孩子为俊美，伊伫圣经原文的翻译做英语的诗，伊安尼翻译，伊讲伊是he is so lovely， 就是讲摩西是遐尼得人疼，摩西伫伊的妈妈的目睭前，伊讲 so lovely， 就是讲遐尼可爱，看了才是真宝贝。搁落伊讲是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囡仔？伊讲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囡仔。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我邀请恁读这段圣经，一个真大的心意，是渴望对今仔日开始，恁用基督徒爸爸妈妈的眼光来看恁的家庭。恁的家庭要受极大的祝福甲帮助。第二，为恁的囡仔唱什么歌？唱耶和华的歌。咱所有圣诗内底，拢是用上帝做中心。所以，个诗歌有认罪，迄个诗歌有学乐，迄个诗歌有尊重，迄个诗歌有个别咱的信仰甲咱的生活的经历。所以，伫圣诗内底所吟的诗歌是用上帝做中心。你的囡仔，因的人生，咱的人生，拢应该用上帝做咱的重点。所以，代表讲，我要为耶和华唱耶和华的诗歌。我要伫巴比伦，我要伫外邦，为着上帝唱耶和华的诗歌。诗篇137篇第4节。但迄条是悲哀啊！伊讲，伫我受困待时，我要怎样伫一个外邦巴比伦，互人欺负的时，我要安怎抑阁唱会出来耶和华的诗歌？唱会出来，唱袂出来，代表拢感觉。就是老目屎嘛爱勇敢唱耶和华的诗歌，兄弟姊妹，上好耶和华的诗歌就是耶稣教咱的祈祷，主的祈祷文。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旨意得成，伫你地灵亲像伫天灵。咱做父母的人，敢会当真肯定，将这条诗歌唱互你的囡仔听？今仔敬拜赞美恁所吟的迄条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将诗篇、将主的祈祷文，该写做伙一条耶和华的诗歌。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第三，我要甲兄弟姊妹恁所分享的，就是唱圣诗，将上帝的话唱出来。诗篇23篇就是上好上帝的话。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缺。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带我到安静的水边。为着伊的名，带我行义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也毋惊灾害，因为伊的腿、伊的拐安慰我。伫我对敌的面前，伊有要摆设宴席。兄弟姊妹，这就是耶和华的歌，这就是圣诗。咱会当写咱家己的诗篇。代表有伊的祈祷的诗，代表有伊学乐的诗，代表有流目屎痛悔、流目屎反悔真多的诗。咱嘛需要这种的诗篇。最后，咱应该为咱的囡仔来吟一条伟大的诗歌。做梦，我的孩子，人因梦想而伟大。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咱的教会真爱这条诗歌，去梦那不可能的梦，去那摘不到的星星，去走那走不完的道路，去征战那无法胜利的战争。兄弟姊妹，咱要为咱的囡仔唱这条诗歌。恩君，你迄个条啊早咧，你会记这本册吗？几年前，牧师甲恁分享一个囡仔叫做 Zach。这个囡仔，伊8岁时，伊的妈妈唱一条诗歌，甲伊讲，伫这个人类的社会内底，有较亲像历史共款，有人蛇集团，有伤害黑人做奴隶。今仔日还有真侪人蛇集团。顶礼拜恁有听到
迄个女牧师泰雅族的牧师讲，伊细汉的时阵真侪节忽然的失踪，这是台湾人的见笑。我想讲，迄已经足久以前的故事啊，但是伫顶礼拜听到一个泰雅族的牧师，伊讲，伊的教会节常常为着因精神散甲无法度，因的爸母就出卖因的查某囝去做妓女。这个故事就是咧讲起这种悲哀的故事。牧师甲恁分享这个故事了后，恩君有感动，伊走去买一本册。我是安怎解知？因为笑笑甲我讲，牧师，阮的恩君走去买一本册。兄弟姊妹，这种的祝福毋是停伫这个囡仔，伊的妈妈甲伊所吟所讲的故事，后来这个囡仔。就请做即摆伫联合国，恁拢看一个查某囡仔常常徛出来反对迄个生态环境，有无？长江后浪推前浪，也是因为你爱你的囡仔，才做一个互上帝重用的人嘛。用信用教你的囡仔，因为上帝要将一个伟大的使命放伫你的囡仔的内底。拄则我讲，上帝光若透过你进入你的囡仔的目睭内底，亲像约基别伊抱红婴仔摩西的时，上帝已经将伊的呼召、将伊的竞选、将伊伟大的使命放伫这个囡仔红婴仔内底。你相信你的囡仔要受上帝将来重用吗？咱每一个人拢讲阿们。主，我是一个寒慢普通的爸爸妈妈，但是我恭敬将我的囡仔献予你，用你的囡仔改变这个时代，影响这个时代。主，甲咱三个弟弟，请做一个影响囡仔爸爸妈妈，爱亲像约基别，毋是爱亲像囡仔底波拉共款，伊必然需要有一个生命影响咱的特质啊。咱无法度影响咱的囡仔，可能就是因为咱基督徒的特质无出来。咱无法度影响咱的囡仔，就是有可能因为上帝话无活伫咱的信仰思想甲咱的生活内底。有可能咱的囡仔感觉咱伫礼拜堂内底聚会所讲、所发出的祈祷、所讲的话，甲咱倒去厝里的时阵无共款。兄弟姊妹，毋通阻挡你的囡仔受祝福。咱若是伫教会内底做敬虔的基督徒，咱伫你的人生中间嘛爱做敬虔的基督徒，毋通阻挡你的囡仔受上帝的景调祝福。愿你要上帝甲咱三个弟弟，上帝嘛对恁讲，今仔日我要兴起你做你的囡仔的妈妈。上帝嘛对德登教会12个中级讲，我兴起你做使徒，是属灵的爸爸、属灵的妈妈。上帝嘛对在座所有今仔日来做礼拜，包括囡仔，将来恁要真对上帝所使用的地波拉，主甲咱三个弟弟，互咱伫上帝的竞选中间参与上帝的计划。地波拉兴起勇敢，伊参与上帝对伊的竞选，所以伊毋知头前要发生啥物代志，但是若每一届上帝所讲的代志，伊拢讲阿们。伊无亲像巴拉受遐尼多，伊只有相信我的上帝，伊家己有伊的作为甲伊的计划。兄弟姊妹，到底今仔日个故事的人是啥？今仔日对牧师会传一个网络的文章互恁，伊甲故事写甲足清楚。恁若有感动，恁会当重新去读。虽然迄个故事网站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但是伊的故事并无写了违背圣经的信息，所以牧师勇敢敢传互你。咱要了解这个人，伊到底有啥物种生命的特质？伫这个故事内底，牧师要甲恁分享，当然有可能有更较侪恁的感动。伊的信心，底波拉的信心，伊知影掌管这个局势，毋是对方的君王。伊掌管这个历史是啥物人？是耶和华我的上帝。第二，伊的勇气，赢过战争的将军。第三，伊的智慧，因为照圣经第4章咧描写，
以色列人因若拄着什么种嘅纷争、争论嘅代志，因就来找底波拉。底波拉就来做第三个公证人。底波拉就伫迄个时阵做裁决，所以表示这底波拉是一个互人尊敬的信心、有智慧的妈妈，有智慧的领导者。第四，伊有一个真敏锐上帝的眼光伫伊的内底。第五，今仔日上帝互咱读到的经文，就是上帝敬伊做以色列的妈妈。兄弟姊妹，咱若做台湾的妈妈，你应该讲什么话？你应该甲你的囡仔有伟大的品格。伫真侪人咧争要去争迄个福利，为着1万块，爱争来争去。但是嘛，有一个叫做阿西哦，也是一个老演艺人员，脱线。伊讲虽然我嘛感觉我有受真大影响，但是我无爱领。兄弟姊妹，咱若是台湾的妈妈，咱敢会当教咱的囡仔有一种开阔的心胸？主帮助咱这5个特质：第一，信心。这个作者辛克，伊伫这本册内底有足侪，这是一个真好安静灵修的册。伫这个内底总共有60篇段文，60篇的段文拢讲，每一篇的段文拢讲一个生活的态度。伊讲起什么？伊讲起每一个基督徒应该爱好好盘点你所听的讲道，爱好好盘点你所读过的查经。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好好深深来思想，因为你思想若入你的心内的时，伊会发出某一种的主张。你所讲出来的话就产生有影响力，你所发出来的意见就真侪吸引人的建议。兄弟姊妹，这就是信心。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会通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正对上帝的话来的信心。我甲恁读一句话伫这个内底，就是拄则我用这句话来讲迄个摩西的故事，甲约基别的故事。伊讲一个人，伊的生命中间，若有一个光对外面的世界来，有一个对外面的世界入来，穿透因的生命迄种的光。对迄个时阵开始，这个人的目睭就无搁再干那看到家己的安全、家己所需要的物质，甲家己手中所咧追求的权力，以及家己的未来。因为当对外面来光的时，互这个人伊的目睭改变，因为看到着另外一个更加伟大的目标。兄弟姊妹，这就是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毋是干那改变咱的宗教宣定尔，迄上浅啊，互咱对道教变基督徒，这种的信仰的改变上浅。真正真理互咱，就是一个光进入咱的内底，穿透咱的灵魂。对今仔日开始，咱的目睭一开，就亲像拄则所读，伫约基别的目睭内底有一种的 insight of God， 就是伊的眼光对上帝来的眼光。所以看到这个红婴仔摩西的时，伊知影上帝将来要伫这个囡仔的手中，伊的生命内底做某一种伟大的代志。兄弟姊妹，爱警戒，爱教养你的囡仔，毋通互你的囡仔失去上帝尊贵的使命。愿天父上帝帮助，互你真侪约基别，互你真侪底波拉，互你真侪玛利亚。愿天父上帝用圣经教你这几项代志，这几项代志足重要。咱人徛伫天地中间，人算做什么？这叫做宇宙观。诗篇第8篇，伊讲我看天顶的一挂星星，我看伫这个地球的顶端，我忽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人算做是什么？我为什么活伫这个世间？我的将来会怎样？圣经就是咧回答
这种的宇宙观啊！我徛伫上帝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伊是我活命的主。也伫即卖，一个宇宙观，互咱知影怎样做人。这个宇宙观改变咱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改变咱的价值观，咱的价值观也改变咱的人生观就改变。我无足多时间，一个主题伫今仔日拢详细甲恁讲。但也伫即卖将这4项真要紧的功课放伫你的心内，好好读圣经，好好想。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有好的人生观，咱每一个人拢需要有对圣经来的价值观。若无有可能30-50年，咱伫教会。咱的价值观，犹阁毋是耶稣基督的价值观，犹阁是钱无人嫌济。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进入约基别，有上帝圣洁的帮助，所以对咱的目睭有一个新的眼光，咱看到上帝。愿天父上帝赏赐恁遮做一个智慧的爸爸妈妈。事实记在4章第5节咧讲起约基别的事，伊讲到即几字。绝世断案的能力，绝世断案的能力，就是伊做决定的能力、判断的能力。这2项能力对人生来讲真重要。做决定甲判断，人上惊就是选择错误的道路，对不对？你行迄个冤枉路，行到尽头，你才知影讲，这条路是死路。绝世断案的能力。是上帝所赏赐。对今仔开始，愿天父上帝将一个真重要的责任放伫你的肩胛头。今仔我本来要搁甲恁分享，但是我知影一定时间无够，所以我就无搁再讲。有一个应用我足深的一个人叫做福泽谕吉，伊的故事，以后我再甲恁讲。福泽谕吉是日本日票上大张的1万块，迄顶悬的人。因为伊是影响日本上要紧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无用日本的天皇，是用福泽谕吉。这个人，伊的老师甲伊的妈妈甲伊讲：，你的肩胛头要肩负日本的将来。要是你敢甲你的囡仔讲，千亿，你的肩膀要肩负日本、台湾的将来。兄弟姊妹，爱甲恁的囡仔。该讲，你的肩膀要肩负台湾的将来，不要小看自己。这等教会操的囡仔，唔通看见家己。那上帝要用你，无啥物无可能。兄弟姊妹，为囡仔唱生命的歌，好唔好？互你的囡仔永远会记得，你一生常常唱的一条歌。愿天父上帝帮助恁。今仔日帖撒罗尼迦前书，恁定睛定看第7节，第2章第7节，伊讲恁爱亲像妈妈、年母，恁爱亲像年母，来拥有教会大大小小。兄弟姊妹，这是咱白白得到、白白互人的真要紧的态度。愿咱真侪教会属灵的爸爸妈妈，愿咱伫天父上帝只有一个理由。因着爱，咱所做一切代志，是因为耶稣听咱。咱所做一切伫教会内底，你甘愿互人，毋是甲人摕。愿阿西的精神永远存在伫德堂教会。就是虽然我有需要，但是互更较有需要的人优先啊。因为耶稣基督会听，所以我连我家己的性命。嘛愿意甲你分享，因为你是我心中所听。兄弟姊妹，愿主用伊的听满足恁，好唔好？愿主用伊的稳定满足咱，好唔好？愿主将一个永远无欠缺迄种的幸福的感觉，放伫你的家庭，好唔好？互咱永远感觉我无欠，因为我有主。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下伫地。兄弟姊妹，兴起为耶和华唱生命的歌。今仔日的礼拜，牧师对恁的要求，咱同心来祈祷。耶和华至圣的上帝，伫这个感恩的日子，
除了感谢阮的妈妈以外，我要感谢你。愿感谢伫地上的老母，我嘛感谢伫天灵的天父。所以通过今仔日底波拉的故事，阮知影老母对囡仔的影响以及重要性。阮伫你的面前，恭敬为着所有的阮的兄弟姊妹，养育囡仔的过程来祈祷，求上帝你祝福，互阮的囡仔因有一条生命的歌，直到世间的落尾。奉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求，阿门。吟圣诗341首。上帝是我一切仰望，上帝是我一切仰望，坚固我心拢无离。带我经过乱世稳当，善良真实就是伊。只有伊应徛起，吊我心神归属伊。请起立。真济，只是来奉献。
谢，这是平安礼，请郑牧师。我请今仔日讲有头一届来这段教会做礼拜兄弟姊妹，啥物人？佳音有，佳音毋是头一摆啦。咱真欢喜佳音啊，伊甲孩子吼，都会甲做为妈妈啊，快吼。望真紧咱就解封啊，吼！望伫圣神降临节开始过了，咱台湾就愈来愈好势。望咱嘛开始渐渐恢复正常，吼！因为咱太久无拥抱，太久无握手，但是也感觉真奇怪。嘛，佫有太久无食爱餐吼，咱感觉讲真少念。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吼！咱来念即条耶稣听你，诚做咱互相的祝福。但是为着咱的妈妈，感谢上帝，求做听。耶稣听你，耶稣听你，因你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求你托你。愿你无限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阿门。咱的青年要送互咱在座的妈妈一蕊康乃馨吼，咱来请青年来将康乃馨来送互在座的妈妈，来进来开始，安娜。
咱来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牧师替恁祈祷吼。即礼拜明丽生日哦吼，咱请生日的人来头前。我来报告，顶周聚会恁家己看，本周聚会祈祷会拜三8点2，礼拜堂家庭礼拜暂停，5月22的家庭礼拜嘛暂停，青少年暂停，查经拜六7点半伫教育馆第2楼，圣经服侍下礼拜书会陈宗士长老，领诗陈英宏长老，司琴陈美秀姊妹书献，胡淑芝甲张世昌，招待第3组爱餐暂停，新安宫读经表，请咱兄弟姊妹家己查经。集体交通第1，本主日妇女主日，愿上帝纪念姊妹会准备保守因服侍，得到主的欢喜。第2， 5月最后一个礼拜是圣灵降临节，愿大家用较无圣灵充满的心，一齐听候圣灵的充满。第3，咱教会开始设置主日礼拜直播系统，互咱身体无好伫家中参与礼拜。若有送往问题，请甲洪怡珍联络协助。第4，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愿上帝保守大家，无必要的时阵爱尽量莫去病院，较侪的祈祷。毋免惊吓。第5，生日庄万载、庄秀玉、洪崇尧、陈秀珠、宋敏丽、陈秀兰，愿主祝福因。奉献报告，请咱家己看。如果若有无好的时阵，请咱向过家敬正。大道事项第1，为台湾甲世界渡过武汉肺炎甲感染期祈祷。第2，为中华中会50周年事工祈祷。第3，为总会总干事林方仲牧师康复祈祷。第4，为着心心欠安、张婷、詹清真、庄园、詹天比、吴彩云、洪玉基、庄仁聚、洪詹树莲、
洪长元、刘克龙、洪在京、陈慈忠。第五，为教会青少年学业规祈祷，升高中敏义、硕恩、以义，升大学银溪、银煌、启恩。第六，为适婚青年婚姻祈祷。第七，为教会姊妹代祷、护灵、积极得克达雅。以上。是来吟小营圣诗，圣诗500。因后礼拜要升高中的指考吼，咱来为着名誉会考硕恩仪。即时请起立来吟小营圣诗507首，吟诗煞请曾牧师作导。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有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阿门。阿门。大家请坐，默祷闭会。